孙大先生的历录第4章，个人的对敌就是伊家己家内的人。马太第10章36节，因为已经赏赐恁为着伊受苦。腓立比1章29节，对孙大见到耶稣基督迄暝下了后，连连9月日久，伊踮伫因老爸的兜，迄时所经过的事，是互伊烦恼中加添烦恼，直到啉苦惨的杯到满。家内的人已经听到伊要做基督徒，因掠做这是恶德性，是人伫侮辱伊，因却较自高，不时伫夸口因的本族遮尊贵的名声。当拄有因一个亲人要入因所伫看轻的教，就挡袂牢。孙大的老爸大生大自心恳求伊着放煞这号下贱妄想的教。当迄时，也将世间的钱财富贵甲荣光摆列伫伊的面前。孙大听了，伊的心犹原无活转，老爸就搁警戒甲伊教示，伊所执意的款，将来会安怎样连累伊家内实体面挂见效。无半人知孙大伫迄时所经过的苦切，因为伊还真少年，又搁世间应显的福气有权通刺伊的心。毋过上帝无放伊伫遐受迷，拄迄点有听到耶稣那阵出细声伫心内讲，疼爸母较过头伫疼我的，袂堪得伫我，毋背家己的十字架来缀伫我的后面的，也袂堪得伫我。顺带看伊所疼的老爸为伊伫流目屎，伊的心肝亲像要憋破。总是迄时阵有得到气力来抵挡魔鬼，决心要趁上帝的命令，做疼痛有较赢。当迄点伊的亲人看伊遐决意要做耶稣的学生，有一个大伯请伊去因兜，迄人真在好雅尊贵。孙大已经到位，伊的爸带伊去厝的深深的土涵入内面，伊就关门挂锁落去。孙大才想，伊的事到啦，的确要丧失性命。若是伊的爸简单开一卡铁厨的门，伫迄内面有积蓄非常济的钱财，无价宝的宝石，算袂了的银单，所显出的是孙大的目睭毋捌看，心也想袂出。伊的爸打真切意求伊的孙毋通拍无伊的家族至尊贵的名，就煞烫伊的头部下伫孙大的骹下，甲伊讲：你若甘愿放杀耶稣，甲阮同心一意，遮个我拢要互你。孙大即时真受苦，即世界的宝贝遐济刺伊的目，又搁看伊的爸谦顺到安尼，伊虽做事大，毋过甘愿屈己害人伫至微细的孙的面前，袂免得刺插伊的心，目屎煞直直流出来。总是当迄时，耶稣基督的仁爱充满伊的心，就哪快来抗赢魔鬼的计谋，心内也哪坚固到一世人要敬听耶稣甲伊相结连。对迄时老爸毋认伊做囝，款待伊亲像外家的人。顺带甲伊一个同窗朋友伫2年的时，捌相甲讲究圣经信耶稣，不过两个袂成定，所以不得已就带因家己的厝。伊的朋友的亲人去告官讲，美国的牧师捌勉强学生入因的教，迄个学生伫官府的面前对
袋仔内摕出一本新约，就好胆干净讲：我对研究这本圣册，才信耶稣，毋免过牧师。官府听伊的话，代志就煞。但因为顺带的亲人所苦劝勉励，拢空空印刷变换印的款，变做伊的大对敌。伊的兄哥真苦毒，第大万分困迫伊，也真可恶，又亵渎耶稣甲伊的学生。顺带有时捌暗前做伊去较偏僻的所在，看伊所保守的信约。老爸当毋准伊去教会的学，却迄间学堂为着困毒的事就关闭，学生也拢四散。庄年的人真怨信主的会友，无要甲因交关买卖，所以因孤不将就搬出别位。顺带当无一个甲伊同心服侍上帝的人。拄着困毒若上重，顺带无法伊搭话，要踮伫老爸因兜，就去律显仔，遐有美国的长老教，遐的牧师先生欢喜接纳伊，煞互伊入因的学校，然后搁转去厝呢。伊的亲人见着伊大家欢喜，拍算伊的确回心转意，总是念边知。伊搁较入意要对耶稣，顺带当已经定着要脱离世俗的背绑，就剪伊的头毛，照世纪族的人的风俗，因的圣经禁因毋通剪头毛，着留全发，因为因真虔心看因的头毛，哪长就哪体面，所以顺带迄日剪头毛。是亲像要甲伊的教绝断，搁较决意要对耶稣。但即时伊因为疼救主，应该着啉上苦痛的杯，起来本然真疼惜伊，但掠伊做第一下贱，要赶伊，煞毋认伊做因的人。这是恶得担当，因为顺带要少年，迄时16岁若定。伊却知影保罗所记载讲伊竟然诚做世间的粪扫。即时阵，伊无分伫家己的家，所要食的人甲伊放下伫外面的走马楼，也伫遐困。头一摆踮伫迄所在，未免伫流目屎，拍算所背的十字架，遐重要甲伊綴死。拄过无偌久，顺带的姐夫请伊去因兜来住几日。伊的姐夫迄碟在服侍印度一个小国的王，迄个王听到顺带的事，就出命令，调伊伫大会的面前受审问。已经到王大圣用苦劝勉励，后来真严谨警戒，甲伊着想所当名望至尊贵的名声的关系。当若做基督徒是变做亲像狗，真第一可恶的名字。顺带迄时有受到圣神的感动，甲顶面的知识，所分数的话是显明伊的心拢无假换，伊原真志意要做耶稣的学生。已经倒转来，拄则到厝呢，伊老爸所藏地的大气发出，但毋认伊做囝，甲伊咒诅，结出祖家，吩咐伊明仔载着甲因3字。迄暝落尾摆困伫迄外位，顺带的心真惨切。袂天光，家内的人甲伊赶去，只有所穿的热衫甲淡薄仔钱。通做火车的路费，但无厝体，也无亲无戚，流离失所，顺带回头做伊去。